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今日嘅分享啊，我係 Leo。尋日黃金突然之間咧，火箭咁樣咧，爆升咗過百點啊，喺夜晚。嗱，好多人以為係一個避險情緒啦，但係查實琴日背後真正嘅推手係乜嘢咧？竟然係美國財政部暗中喺度救市啊！嗱，而我今日分享就諗住講下，究竟佢救市上面做咗啲咩咧？琴日財政部佢發生咗啲咩事咧？令到黃金啊重新翻去最炙手可熱嘅投資資產入面啊！嗱，呢一個動作接落嚟係會對美股啊同埋我哋金價上面有幾大嘅影響咧？嗱，今集大概10分鐘，我會同你哋拆解呢一場金融嘅大龍鳳啊！咁啊，同埋教你點樣喺呢一個市況裏面做一個最好嘅資產部署。記得睇之前 subscribe 咗先。嗱，我哋即刻開始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同大家示範還原翻啦。嗱，琴晚美國財政部究竟做咗啲乜嘢咧？嗱，要明黃金點解會升咧？首先我哋要明財政部搞緊啲咩啊？嗱，簡單啲講，美國國債之前咧，其實已經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啦嘛。長債息率其實抽到係極為之高啦，搞到美國政府其實還錢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噶嘛。咁嗱，於是琴日啦，財政部就出手啊，去將長債流動性回購啊。去做呢個動作出嚟，嗱，呢個規模嘅幅度咧突然間加大咗，嗱，大家可以試下想像一樣嘢，就係美國政府而家碌爆咗卡啦，你當咁個利息實在太高啦，頂唔順啦，咁於是佢自己就開發咗一部叫做隱形嘅印鈔機啊，咁啊即係大家所知嘅 QE 啦，嗱，去到市場買翻自己以前發行咗嘅舊債，咁等市場多翻啲 cash 喺度，咁嗱壓低咗個借貸成本，呢一個動作本身就係一個量化寬鬆策略，就係一個 QE，只不過佢琴日呢個動作係一個隱形嘅 QE 啫。嗱，咁我哋要睇啦，呢個動作點解會令到黃金成為咗一個重點嘅投資資產？即係以前呢一年裏面啦，你見到黃金跌咗咁多，點解由呢一刻可以突然間上翻嚟咧？嗱，首先咧，我哋睇咗黃金上面，以前個觀念就係，以前大家覺得打仗一定係買咗黃金先啦。嗱，但係琴日嘅操作咧，exactly 係可以令到一啲大莊大戶、大資金醒覺啊。點解咁講？黃金已經唔單止係一個避險啊，而係必須持有嘅投資資產。點解？嗱，第一樣嘢。就係實際利率上面係一個下跌緊嘅狀態啦。財政部出手去撳低個債息，即係講緊啲乜嘢？當你擺錢喺銀行或者去買一啲債券嘅時候，你回報上面扣翻而家通脹嗰個問題啦。大家都知通脹有幾嚴重啊。其實之後基本上係冇肉食噶嘛。咁啲錢會去咗邊度啊？咪去咗啲無息派嘅 product 咯，保值派嘅 product 咯，就係變相我哋黃金咯。嗱，而第二樣嘢啦就係美元上面嘅信用透支啊！嗱，財政部要靠自己落場買債去維持翻個流動性，等於話俾全世界聽，美國財赤嘅問題係非常之嚴重喎。咁嗱，呢件事其實就係令到市場對美元嘅信心大打折扣喎。咁變相黃金作為一個終極貨幣 hard money 嘅投資價值嚟講，係終極回歸咗翻嚟啦。原先美元係第一。美元同黃金係對沖，大家應該會知噶嘛。咁而家美元同你講，基本上喺市場上面大打折扣，我黃金仲唔係 number one 嘅資產？咁嗱，所以大家買黃金上面其實係對賭緊法定貨幣嘅貶值喎。當呢個消息啊，財政部一公布咗之後啊，嗱，佢嘅30年期美債收益率咧，佢由5.34%高位咧，即刻回落到去到5.18%附近啦。咁而美元上面咧，佢都單日係下挫咗0.7%，失守咗99呢個關口。咁而最大得益者黃金上面就加咗3.5%，甚至乎突破咗4500蚊呢一個大關啦。咁嗱，4500蚊。係之前一啲大行上面去睇嘅一個目標價啦，咁而家佢提早咗啦，佢究竟會唔會再升高一個 level 咧？咁嗱，呢個我哋有待商榷啊。咁但係好啦，重點啦，你話 Leo，咁你都講咗啦，黃金都升到呢個位咯，咁我仲應唔應該去入場咧？而家我講重點啊，大家要記住留意啊！
嗱，咁黃金琴日升咗百幾點啦，我哋而家追唔追好咧？嗱，我同大家去咗一個日線圖上面去睇下。嗱，而家呢度琴日嘅低位咧係大概4331啦，而高位啦，琴日最高係4522啊。咁嗱，你稍為見到今日開始有翻啲回落，咁嗱正常嘅，即係大佬佢都跑咗百幾點上嚟，都要唞下氣啊，係咪先？咁嗱呢個位置你話係咪可以適合即刻追高咧？我唔建議嘅。我建議大家嘅就係去睇翻佢一個回測 back test 翻去下面一個價位先，咁你可能大概50%啦。嗱，我呢度有一個十字架上面，藍色十字架上面啦，佢大概50%就係大概4426左右啦。其實已經係接近前面幾日上面嘅一個收市價、開市價嘅一個接觸點上面嘅位置。咁其實去到呢啲位，如果呢個位置你見到佢明顯企得穩嘅時候，你先接翻貨向上睇都未遲。咁變相你嘅風險盈虧比上面你會更加好，你會冇少咗好多風險。因為第一，如果你呢個位置再追價向上，第一我哋日線圖上面睇，大家可能會識得睇嘅 MACD 啦，佢一個粉紅色嘅 MACD 線喺度頂住咗喺力你喺度，變相有一個強大嘅阻力喺度。咁從而琴日又跑過百幾200點嘅時候，佢係咪需要回下氣咧？咁種種因素上面你要睇，大約我至少去回50%嘅時候，我先再入場，變相我嘅比率上面就會好好多咯。咁我建議大家可以去睇下呢啲位置，始終喺我眼中，佢一下升上去嘅市嘅一啲陰陽燭，我係唔會當成一個有理據嘅一支陰陽燭數據咯，而係我會睇佢係要經過時間去演算、去歷練，然後演變出嚟嘅一個結果，我先會當係一種參考嘅因素咯。咁嗱，如果佢真係回到50%，就 exactly 啱啱好係呢堆陰陽燭嘅開收市上面。咁佢呢度係經歷過、有洗練過、有歷練過噶嘛。咁從而佢要歷練過，如果企得穩，佢就會向上繼續升，咁就有機會可以升高一個 level 啦。咁變相一啲大行去睇黃金上面，會唔會再提高一個 level，睇到4800咧，或者4700咧呢啲位置？咁嗱呢度就可以重點去留意啦。咁黃金上面如果有興趣，大家可以去睇下。咁而 FIB 上面咧，即係呢個黃金比率嗱，我叫佢做佢叫 Fibonacci 啊嘛，咁我叫佢 FIB。咁嗱，其實你見到佢0.618都係4405左右啦。咁佢低我哋一半50%嘅大概20點左右，咁你到時你哋睇下，哦，究竟你想用 FIB 去0.618去入啊？因為 FIB 係一個市場公認嘅一個價格啊嘛，唔係你一個個別個體去睇嘅一樣嘢。咁變相公眾市場睇到嘅嘢就係大莊睇到嘅嘢，咁你跟住大莊行就冇死。咁你到時可以去睇咯。咁嗱，如果大家係唔知咩係 Fibonacci FIB 嘅話咧，你可以留言話我知，咁我可以再整一堂咁樣俾你去參考下、學習下。好啦，嗱，我啱啱講嘅就係一個電子黃金交易上面一個做短線嘅策略啦。嗱，咁如果你係中長線嘅投資者而冇玩短線嘅話，唔緊要。你中長線上面嗱，其實基本上黃金而家已經係一個易升難跌嘅格局嚟嘅。嗱，我建議你又可以將一啲投資組合咧係10至15%左右啦，你轉翻去為黃金 ETF 上面。咁即係例如一啲 GLD 啊，甚至乎你哋如果係有玩實金嘅，你就可以按翻個比例擺落去。咁但係千祈唔好諗住一次過去 all in 啊，建議你係採取翻一個分段嘅吸納法啊，咁會比較好少少。嗱，咁呢度啦，亦都有一個叫資產類別對抗財赤能力嘅一個比較圖啦。咁大家可以開翻張圖去睇翻啦。嗱，其實你見到其實而家現貨黃金已經係大超過比率92%，所以點解我話點解黃金由年頭去到而家大概 Q3嘅位置上面，可以重新納入翻去必須持有嘅投資 product 裏面嘅一個種類咧，就係咁嘅原因。咁而當然第二啦，就係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，佢其實都係會比較高對抗力啦。咁一啲大眾商品長期國際，咁大家就可以 get 翻張圖啦。好啦，咁重點嚟啦，呢度喺美股上面啊，我哋實質可以點樣去部署咧？嗱，美股上面啦，嗱，財政部科水放水啦，去對一啲股市板塊，的確係會有翻啲分化嘅影響噶嘛。咁嗱，我建議啦，即係大家可以去留意翻一啲，既然佢有一啲隱形嘅放水動作，
美股係咪一定會升咧？嗱，喺我眼中呢啲位置反而要小心啊，因為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噶嘛。嗱，今次資金咧上面係非常聰明嘅。嗱，我建議你可以去留意下就係一啲高現金流嘅一啲巨頭啊，即係假設嗱，財政部而家托市，市場流動性係必然好噶啦。咁經濟基本面未必即刻轉強噶嘛，但係嗱，微軟啊、蘋果呢啲富可敵國、現金流勁一啲巨頭，本來就已經係一個實力派嘅表現啦。咁而家佢就更加證明佢係資金嘅避風港咯。咁嗱，你哋可以去留意下呢啲啦。咁而次選上面，你可以睇翻抗通脹嘅一啲板塊啦。即係其實如果黃金升，代表緊通脹預期升溫，係咪先？咁資源股同能源股亦都會受惠。咁嗱，大家都可以去酌量去留意下呢類型嘅股票啊。咁但係嗱，切記切記切記，一定要避開一樣嘢，就係一啲高負債嘅僵屍企業啊！嗱，雖然個債息暫時係壓住咗啦，但係如果長遠嚟講啊，通脹壓唔翻落嚟嘅話咧，呢批公司依然係會面臨破產嘅風險嘅，所以盡量避開羅素2000指數入面冇盈利嘅細價股啊，我會傾向咁樣去睇咯。咁嗱，同大家總結啦，即係嗱，今次美國財政部出手啦，正式其實確認咗資產定價邏輯嘅一個轉變啊。實體資產同黃金嘅黃金時代已經重臨啦。你哋又點睇今次美國財政部嘅救市行動咧？黃金今年你哋又睇會升到幾多咧？美股贏定係黃金贏咧？嗱，你哋可以喺 group 裏面留言話俾我知。嗱，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話咧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